去旅行最怕咩？意外受傷、突然病倒、航班延誤、證件唔見。今日同你拆解安聯呢份旗艦旅遊保險，睇下點樣玩得安心又放心。京東安聯樂遊全球輕享版專享計劃，由安聯保險承保，係專為境外旅行設計嘅旅遊保險。最大賣點係醫療保障高達40萬人民幣，加上安聯專業嘅全球緊急救援網絡，無論你去歐美深度遊定係商務出行，都有一流保障。先講意外傷害保障，專享計劃嘅意外身故及傷殘保額高達60萬人民幣，係市場上嘅高端水平。無論交通意外、高空墜物定係其他突發事故，都有充足嘅財務保障。醫療保障係呢份計劃嘅王牌，境外醫療補償限額40萬人民幣，涵蓋住院同門診費用，遠超申根簽證嘅最低准入標準。去歐美呢啲醫療費用超貴嘅地方，呢份保障真係好重要。安聯全球救援團隊提供24小時全天候支援，一旦需要緊急醫療運送，安排親屬前往慰問，或者遺體運返，救援中心都會全程協助。最緊要係緊急情況下可以申請醫療費用墊付，唔使擔心現金周轉。行程延誤補償係行業頂尖水平，每4個鐘就賠償300元。仲有行李延誤、行李損失保障。天氣唔好，航空公司罷工，機械故障導致行程延誤都覆蓋到，真係好實用。個人錢財同證件保障涵蓋隨身財物丟失、旅行證件遺失嘅辦理費用，仲有高限額嘅信用卡海外盜刷保障，徹底保護你旅途上嘅財務安全。個人法律責任保障都好重要，喺境外因意外事故導致第三者人身傷害或財產損失，保險公司會代為承擔合資格嘅經濟理賠責任。一次意外賠償隨時天文數字，呢個保障唔可以慳。仲有一個好貼心嘅保障，如果申請簽證被拒，可以申請專項拒簽費用補償。對於需要申請歐美簽證嘅旅客嚟講，呢個保障大大減低簽證風險。受保人喺境外因病或意外導致連續住院，可以按日獲得高額住院現金補貼。呢筆錢可以幫補住院期間嘅生活開支，為後續康復提供財務支援。投保年齡非常寬鬆，由出生滿60日至90周歲都受保得到，真係老少咸宜。保障期可以由1日至180日靈活選擇，配合唔同旅行計劃，短途旅行定係長期旅居都啱用。計劃提供彩色電子保單，滿足全球各國嘅簽證要求。買完即時有電子保單，打印出嚟就可以用嚟申請簽證，方便快捷。對比市場上同類型產品，安聯專享計劃嘅醫療保障40萬明顯高過一般產品，加上安聯全球救援嘅品牌實力同服務網絡，保費雖然略高，但保障力度同服務水平都係市場頂級，最適合注重保障質素嘅用家。第一，醫療保障主要承保突發、急性病同意外受傷。如果你本身有長期病患或已知嘅醫療狀況，出發前最好了解清楚相關條款，部分情況可能唔受保。第二，行程延誤賠償有指定嘅延誤時數要求，同埋部分特定原因，
例如目的地已發布旅遊警示，可能誤賠，出發前確認清楚。第三，高風險活動例如極限運動、潛水等可能有特定條款或額外保費要求。買之前一定要細閱條款，確保你需要嘅保障全部有涵蓋。呢份計劃最適合三類人：第一，去歐美深度遊或醫療費用高昂地區嘅旅行者；第二，需要申請高標準簽證嘅旅客；第三，注重保障質素同全球救援服務嘅商務出行人士。想了解更多，上 worldinews.com 瀏覽詳情。歡迎訂閱本頻道，或者上 worldinews.com 網站瀏覽更多金融保險資訊。下次去旅行前，記得買返份合適嘅旅遊保險。我哋下次見。